大家好啊，大家好，又係南晚咧同大家討論時事熱話嘅時間啦。錄音嘅時間係1月30號嘅下午。嗱，呢排我哋見到咧世界嘅形勢咧可謂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呢個加拿大咧，自從換咗總理一個叫卡里嘅人物上台之後，即係換走咗之前個杜魯多咧，我哋見到佢真係硬氣咗唔少啊！呢種硬氣咧來自正義嘅硬氣，來自一個理性嘅硬氣。佢哋面對美國霸權嘅威脅，卡里一次又一次咁樣頂住壓力，決心唔做美國嘅第51個州，唔容許加拿大做美國嘅第51個州，維護佢翻佢哋嘅主權完整。嗱，當卡里不斷咁面對美國嘅威嚇嘅時候咧，佢選擇咗咧就係話喺今年嘅年初咧就係訪華，展開佢嘅訪華行程。繼而咧同中國達成咗唔少嘅共識，雖然距離咧話要有好多嘅協議或者合作咧，仍然係路遙漫漫，但係咧相對於佢前一任嘅杜魯多嚟講咧，呢個已經係一個非常大嘅進步。尤其南亞人欣賞嘅係佢能夠堅定咁樣回擊霸權，面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嘅一次又一次嘅威嚇，佢大致上咧係並無退縮。大致並無退縮，佢甚至乎話我哋加拿大要做燈塔，佢甚至乎話現在嘅美國幾乎什麼都不正常。呢兩句話可以話係直截了當咁樣講出咗美國霸權嘅一啲問題。美國霸權嘅一啲問題，其實除咗卡里以外，我哋見到唔少其他外國嘅總理、政要或者係都先後展開喺呢幾個月展開佢哋嘅訪華行程。除咗卡里，我哋見到就係話英國嘅呢個首相施紀賢咧，亦都係話去咗我哋嘅中國，亦都係遊覽咗故宮遊覽咗其他嘅地方，而並獲得咧係呢個咧習大大嘅會見。喺嗰個會見之中，習大大就講到明，希望中英雙方能夠秉持大嘅歷史觀，超越分歧，相互尊重，將中英合作咧由大有可為嘅潛力轉化成大有作為嘅實績，為中英關係咧同合作咧開新局。呢一次呢位英國嘅首相施紀賢訪華咧，意義可謂好重大嘅，因為如果大家仲記得就係話10多年前嘅時候咧，當時咧我哋同英國咧係話所謂開啟黃金時10年啦，咁最後就因為英國嘅政局動盪，換咗首相之後咧就不了了之咗啦。咁但係當時咧呢個我哋嘅習大大去英國踢足球嘅畫面咧，依然係喺南亞人嘅腦海之中咧係不斷係出現㗎。當時咧可以話係我一個好好嘅一個大家相互互動嘅一個關係時期。但係後來因為英國自己本身嘅動盪啦，美國嘅霸權崛起嘅因素啦，結果咧就係話整到大家嘅關係咧係可以話係攞足不前，甚至乎出現倒退。而隨住而家歐洲唔少國家開始覺醒啦，加拿大好甚至加拿大呢啲即係非歐洲國家，加拿大、英國呢啲咁嘅傳統嘅歐洲國家亦都覺醒咗啦。咁大家就面對咧就係話我唔需要靠邊站嘅啦，即係話你唔好諗住做美國嘅金尾狗，就係咁簡單啫嘛。咁你就可以話係一走出去個天空就海闊啦，即係你嘅路就好寬啦，咪就係咁啫嘛。咁所以就係話原來從呢個卡里到呢個施紀賢甚至乎係之前嘅韓國嘅總理用呢個小米手機，大家都見到咧就係話只要同中國友好咧，其實咧嗰個發展空間無限大噶。中國亦都冇要求話你同我做朋友就唔好同美國做朋友，我哋從來冇呢樣嘢。我哋唔係一個霸權主義，而係互利共贏咧。大家咧係可以話係咧各取呢個所需噶。咁所以大家見到咧就係話呢個世界嚟到呢個 moment 嚟講咧，真係可以話出現咗極大嘅改變極大嘅改變。尤其是當卡里問一句美國幾乎什麼都不正常，唔係問一句即係講一句，大家就會見到其實呢個世界嘅亂嘅源頭喺邊度，就係呢一啲唔正常嘅一啲人啦。咁喺加拿大同英國嘅相反之處咧，我哋早排見到北約嘅秘書長咧，依然係一個擦鞋仔嚟噶。
佢就話：如果歐洲如果冇咗美國，自我防衛根本係發夢。話呢句嘢你聽到都真係上火都嚟啊！原因就係當時嘅美國正係虎視眈眈咁格陵蘭島。咁如果你呢個北約秘書長講嘅話，歐洲如果冇咗美國，自我防衛都成問題，你唔覺得真係一個非常可笑嘅一個説法，一個表述咩？所以你話其實真係好神奇咯，係啊。其實大家見到美國呢排呢幾年嗰啲暴力執法都令人哋非常之憤怒啦，即係唔好講話去侵略其他國家啦，甚至乎話去當美國話要揾呢個移民及執法局人員去呢個喺意大利舉行嘅冬奧執行呢個安保工作嘅時候，米蘭嘅市長都講咗一句，佢哋唔歡迎，唔需要，因為呢一啲係殺人嘅民兵。係殺人嘅民兵，呢幾個字係攞嚟形容美國嗰個移民及執法局人員嘅，因為移民及執法局人員喺最近已經牽涉咗最少2宗殺死美國公民嘅事件，對方好多時只係手無寸鐵，可能只要對方稍為唔順從、唔跪低，佢就會認為對方不合作，繼而就將佢殺死。如此嘅美國已經唔少人可以話係睇得出去嘅真面目啦。咁所以喺2026年嘅今天，越嚟越多國家願意同美國反台，越嚟越多國家願意同中國友好，係一個非常合理嘅事情，亦都係非常一個明智嘅決定。如果當美國嗰位狂人總統仲喺度埋怨自己點解冇和平獎，呢位海盜王呢，實在可以話係非常之可笑。如果和平係要咁樣先換得嚟嘅話呢，咁我哋倒不如呢，就靠自己雙手爭取好過啦。呢個就係林萬觀點，希望世界天下會繼續和平，希望霸權終會走上絕路。今集要講嘅差唔多啦，下集再同大家討論其他時事要話，再見。